我就不有出息，怎么样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少宇，还在生妈的气啊？你整天不去公司，在家里干什么呢？休养。好，我就给你放几天假，休息完继续回去工作。我不会回去。你到底要怎么样啊？你去给依然道歉。让我跟尚文芳道歉，那绝对不可能。只要你一天不跟他道歉，我就一天不回公司上班。少宇，别让妈太为难。我现在告诉你我的决定，我要把依然追回来。你疯了！你跟谁在一起我不干预，就是不能跟这个尚文芳。为什么？我连选择自己喜欢的女人的权利都没有吗？少宇，我辛辛苦苦栽培你，是要让你成就一番大事业。那个尚文芳把你迷得神魂颠倒的，你跟他在一起是不会有出息的。我不稀罕，我就不有出息，怎么样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一直都是你的傀儡，一切决定全是你来做，我什么自由都没有。我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你。我不需要，我可以靠我自己。靠你自己？靠你自己能做什么？我帮你安排好一切，你坐享其成有什么不好啊？我再说一遍，我不要江南手，我不要。少宇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回不回公司？不回。不回公司就给我离开这个家。好啊，我离开。好，你记住，这是你自己选的路。离开这个家有什么后果，你想清楚。阿姨来了，阿姨好。什么情况？我要搬出去。少宇，我再最后问你一次，你真的愿意为这样的女人，连妈都不要了吗？我再最后回答你一次，我要摆脱你的控制，活得像一个真正的男人。但是你别忘了，你首先是我儿子。阿姨冷静一下吧，要不您先坐会儿啊，我给你倒。这是我们家的事情，不要你管，别在我这晃悠，赶紧走。我去收东西。你怎么也出来了？你都出来了，我还能不出来吗？我跟你一样，无家可归了。哎，你今天跟你妈妈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正是吓了我一跳。因为依然的事儿。哦，对了，刚才你进门的时候不也一直喊依然的名字吗？怎么了？依然终于答应不住小旅馆了，回天乐家住。他一个人在外面还带着依恋，的确挺不安全的。是啊，这挺好的。你这去哪儿啊？我还能去哪儿？投奔天乐呀。走吧，一块儿。我不去。谭少宇，哎，咱们俩现在同是天涯沦落人了，你别再摆少爷脾气了，行不行？好，你平时一直都住别墅，突然一下集体生活会有些不适应，但是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，调整好心态，有地儿住就行，别挑了，走。不是因为你说的这个，依然还没原谅我，住在一起的话不方便。那你就想办法让他原谅你呀。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？
行了行了，你快走吧，不用管我了。那你去哪儿啊？哎呦，都说了你不用管我了，走吧。那我走了。走了。哥们怎么了？这昨天呢，我们呢看见薛晶晶进了一个高档公寓，跟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，俩人在谈工作。大下午的上公寓里谈工作，我明白了，我这 W 吧是钱，哥们这 W 是女人跟为什么。你说为什么呢？这女人为什么大下午跟人上公寓呢？不信她是那样的人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离她远点儿。哎，你跟夏丹关系不好了？没有啊，好好的，妥妥的，没事。我先走了啊。不是，等，有话你就说，你别老阴阳怪气儿的，行不行？谁阴阳怪气的？本来就好好的吗？我这无事一身轻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打从小学到现在，我就没那么轻松过。好，说正经事儿，你这房本怎么着？拿回来没有？告诉你啊，千万别冲动，你最不缺的就是一颗恒心。我还没二到那份上呢，手续都办差不多了，过两天就拿出来。行，能拿回来就好，剩下的咱慢慢想办法。我知道呢，我也劝不动你，你呀自己想清楚就行了，好不好？那你走了？别，晚上一块喝酒吧。不喝了，走了，走了，磊。行，都是艺术家。吓死我了！干什么呀你？至于吗？我在这儿能干嘛？等你呢，我没地儿待了。没地儿去了。嗯，跟少宇吵架了？我跟少宇没吵架，少宇跟他妈闹崩了。少宇跟他妈闹崩了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还不是就是依然的事儿吗？少宇的妈妈知道少宇还跟依然有联系，就闹崩了呗。少宇离家出走，我也没地儿待了。哦，听明白了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想求我，让我收留你，然后搬我们家去？能不能不用那个“求”字儿啊？哦，行，那我明白了，就是说你还有辙，不用求我是吧？我本来还想说你要求我吧，我考虑考虑是不是收容你。不，那个哥，求。什么？听不见？求。哎，对，早说不就完了吗？求我就收你，走，回家，多简单个事儿是吧？慢点啊，慢点，哎，你脸拉着点，你慢点。哎，你们干嘛呀？啊，到了，这么神秘啊！哎，到了，准备啊，1、2、3，噔噔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太好了吧！注意点。
嘛，是吧？哇，你们好有心啊！姐姐，这个是送给你的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用怕了。真乖依莲，那要是我晚上睡觉害怕呢？那你等着，我再去给你拿一个。再去拿一个，你有多少个呀？啊！是梅兰妮同学第一次入住我们家，我们表示欢迎。那个我是不是得发下言啊？行，那个，我很感谢大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。从我家出事以来这20多年，我第一次感受到朋友像家人一样的温暖。哎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就是现在再多的谢谢都不能表达我现在的心情，但我还是要说一句话，谢谢。梅兰妮，我也想说2句。之前有很多事情咱们2个之间有误会，希望你别介意。其实我一直挺喜欢你的。还有什么误会啊？过去的让它过去吧，咱们一起向前看。哎，对，向前看，干杯！哎，你鼓什么掌啊？老师说了，看到感动的画面都要鼓掌的。哦，那我们就一起呱唧呱唧，欢迎！进来。忙着呢。哦，叠叠衣服，坐啊。哦，没事儿。那个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呀。我今天之所以被赶出来，是因为谭少宇离开家了。他和他妈为了你的事儿吵了一架，事情好像还挺严重的。他妈当时气得脸都青了，少宇也是拿着箱子就走了。那个，我想问问。少宇现在这样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嗨，我能怎么想啊？他的事儿现在跟我也没什么关系，这个心我操不着吧？你希望我怎么想啊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是觉得。你看天那么黑了吧，他一个人在外面可能也没地方住，挺可怜的。算了，让他自求多福吧。那个，要不你先忙，我就回去休息了。早点休息吧，今天一天够累的了。好，哎，谢谢你给我收拾了房间。客气什么呀？晚安。晚安。